后来继续来看民进党下晡嘛召开中常会，蔡英文甲赖清德拢各派代表来参加，要来讨论初选的时程、政见发表会，甲是毋是要用手机来做民调等等。蔡总统早起来参加到侨务委员会开幕典礼时阵，是来呼吁讲投资台湾，即卖当是时阵。台湾绝对不怕打压。 总统蔡英文出席侨务委员会议开幕典礼，面对 WHO 世界卫生大会后礼拜就要开啊。蔡总统讲，唔惊打压，会坚定走向世界。另外，针对美中贸易战嘛，有投资台湾正就是台湾的总体经济稳定度是世界第一，有足够的能力因应国际局势的冲击。嘛，感谢侨胞伫世界各地拍拼，因为侨胞就是国力的延伸。总统猜猜差距缩小，这是手机民调吗？ 拜三的民进党中常会真罕见，无既定议程。下晡4点，民进党总统初选事务成协调由秘书长罗文嘉主持。蔡总统这边规划由阮朝雄、郑俊升出席。民进党总统初选参选人赖清德这方是由林俊宪、李退基出面。赖清德下晡伫台中演讲，尾仔嘛伫逢甲夜市啊。 胖卡环台湾为台中出发，连过初选政见发表会甲民调，什么时阵要举行，要安怎举行，敢有什么进展，都要看双方协调的结果。